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20日，诗篇63篇30安尼讲：我的嘴唇要上赞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三甲来祈祷，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权、通行位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创造主，你统管全地，甲一切所有的。主啊，万民拢降服于你，日邦拢被拍落伫你的脚前，因为你是全地的王。主啊，你坐伫神的宝座，做王统治万国。主啊，今仔有活命气死的，拢要出声来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所想事的一切拢是好，你所示落的拢是稳定。主啊，阮的性命拢在乎你，所以阮的嘴唇要上赞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